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會整一個水蛋豆腐加牛柳。1碗雞蛋，我哋6碗半水，輕輕咁將佢打散。1茶匙嘅鹽，少少胡椒粉。落啲油落去，我哋煎到啲豆腐金黃色。當一邊煎到金黃色之後，我哋反轉嚟，將另外一邊都煎到去金黃色。然後我哋將煎好咗嘅豆腐擺喺個兜裏邊，跟住就將啲雞蛋發勻倒落去。我哋隔水蒸佢10分鐘咯，蒸翻落啲牛油、水滾，我將啲雞蛋打落去，熄中火，蒸佢10分鐘。牛油溶咗啦，咁我哋就放入啲牛肉。啲羊肉都放落去，煎咗幾分鐘之後，金黃色啦，咁我哋就將佢轉去另一邊，煎埋另一邊。再灑上調味料，已經10分鐘啦，但係我呢個盤好似有啲厚。啲蛋仲未熟，所以再多蒸幾分鐘。當啲蛋熟咗之後呢，將煎好咗嘅牛肉鋪上面，將煎牛肉嗰啲汁都倒埋上面。